唔行花街唔算過年。我而家喺廣州越秀花市同大家講講咧，點解廣州人一定要行花街，而且點解廣州叫做花城啊？嗱，話說咧喺2000年前咧，喺西漢嗰陣已經有記載，廣州人係最中意買花、種花、戴花噶啦。咁啊，眨下眼咧，去到唐朝啊，張九齡啊，佢喺廣州生活過啊。張九齡即係寫嗰個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時嗰個人咧，佢喺廣州西華路住，跟住就有靚女咧賣花俾佢，佢即時就寫咗一首詩叫做《薄暮津亭下，如花滿客船》。咁啊，點解廣州叫花城呢？嗱，戲肉嚟啦。話說咧喺340年前啊，清朝時期咧，廣州府呢度新開咗一個縣，就叫花縣，即係而家嘅花都區啊。咁啊，當時咧廣府人咧就將花縣嗰度稱為花城啦。呢個係歷史上最早將廣州記載為花城嘅歷史記錄。當時咧仲有一首詩係咁寫嘅，嗱，叫做羊城世界本花花，更買鮮花度年華。除夕案頭齊供奉，香風吹暖到人家。嗱，咁啊，眨下去到1960年代啊，著名嘅文學家秦牧先生咧喺廣州過年，佢非常之震撼。點解廣州人喺行花街咧可以行成個通宵，而且人人都要買花戴花嘅？佢即刻咧就寫咗一篇散文叫《花城》，從此全國人民都知廣州叫花城咯。嗱，如果你嚟廣州玩或者喺廣州住，過年一定要買年花同埋買風車。點解咧？你睇睇嗱，買風車啊，一吹咧，你睇下，哇，風車一轉啊，咁就係時來運轉行大運啊！喺度花街行一圈咧，咁啊學似周星馳話齋，行運一條龍噶啦。咁啊，另外咧都要買好多年花嘅。咁我哋創業一族咧一定要買銀樓，咁樣先至有銀有樓啊嘛。咁如果屋企人多嘅話咧，建議買5代同堂啊，一家人至緊要齊齊整整。嗱，如果係未婚男女咧，可以買桃花，行桃花運啊。咁啊最普遍嘅就可以買年桔，擺屋企大吉大利。咁啊張氏喺廣州祝你新年快樂，恭喜發財，馬年大吉！